台南市校长会议伫中宁大厦召开，台南市副市长叶泰山代表市长王伟提出席，除了肯定教育局以及各校的教育成果，也感谢校长的辛劳，同时也提醒爱做好天教的风气。大家一定要在开学前就做好这些相关的知青消毒的工作，包括学校周边外围的环境。都应该去加强这些相关的资金。除了爱做好防疫，副市长也呼吁各校爱检查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需要改善就马上反映，让囡仔一条安全的上课道路。另外，会中也邀请专家学者分享 AI 人工智慧伫教育上的应用，并由各长提升会说明智慧科技内的政策。我们市长非常的支持教育。那在这个科技重镇的台南来讲，我们也把这个 AI 所谓生成式 AI 它的应用跟教学模组的研发呢列为我们新的年度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目前大概已经有一些研发团队已经发展出许多的一些模组，而且接受所谓实验的这个前跟后的一个对照。我想这个东西在未来的应用上应该会是全国首创。教育局鼓励各校善用所谓学习资源。本学年度总共有12位新任校长，教育局希望在新的学年度，校长会当带领学校提升学生学习表现，为教育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